来继续来看国民党台北市的议员徐卡心，甲这纽西兰技师去过所有的地点，做一份正详细的卡架地图，公布你的名册。也毋过这恐惊是违法咯，会去互罚款。徐卡心讲，因为有市民感觉惊狂，伊才家己去做调查，一切拢是有根据的，毋惊去互罚。但是都惊转传这份卡架地图的网友会去由指挥中心来罚，所以伊甲地图甲撤掉了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媒体也则是民众要来流出着消息，爱依照着指挥中心的公布，若是造成谣言，也则是造成公众惊狂等等的状况，除了牵涉到行政裁罚之外，嘛有刑事甲民事的责任。所以其实实际上是先因为指挥中心的公布不实，所以造成了民众的恐慌，才导致民意代表必须要去帮他们确认，让大家能够安心。国民党这个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在网络顶端公布按705捌去过的所在，其实唔係包括天母加南崁。不过无偌久，徐卡心又个贴文，个人是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他们要罚我的钱的话，随便。可是呢，我怕的是说指挥中心去找这个转发我的脸书文章的民众的水表哈，然后去对他们开罚。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是我对大家不好意思了。指挥中心回应讲，若是按70512月初9所行过的所在是真的，公布的人就违反传染病防治法。若是假的，就会依照造谣、散布假消息依上法办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柯淑华嘛呼吁检调单位就要进行调查，而且希望台北市长郭文哲赶紧出面关心，因为这已经造成台北市民的不安了。网络上假新闻、假消息很多，所以变得民众也很难去判断到底谁是讲真的或者是假的。其实我们还是尊重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状况。外界的传说讲，技术到底行去倒位，早就通人知，而且包括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副市长黄珊珊拢了解。是啊，我们可以公布这个足迹吗？你觉得足迹可以公布吗？国民党议员表示意见，因为公布的宽限伫中央，台北市政府只会当配合消毒，到底未当公布的原因是啥物？只会当交予中央来回答。